田叔，哎，田叔，小侯爷，您有何吩咐啊？快赶紧派2个人到棉花工坊弄2套工具过来。哎，明白。哎，等，还有多叫点铁匠啊、木匠啊什么的，带点木头、铁钉、铁锤、铁板都备齐了啊！明白。哎，小侯爷啊，您要这些家伙事儿何用啊？拿来就知道了，快办吧。哎，好，明白。好嘞。哎，准备东西了啊！准备东西了。这次选拔，一不靠科举，二不看门第，甚至说不识字的人也可以来参加，只要符合我织造间的要求。那这样能选到人才吗？那就要看是不是秉公办理了，是吧？好在这次呢，很多世家公子都看不上，所以相对来说干净多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听说啊，来报名的人很多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透着一股朝气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跟那长安城的豪门子弟完全就大相径庭。高官厚禄、养尊处优，反倒消磨了人的志气。谁说不是呢？大唐啊，说白了还是一个关系社会，富贵靠父母，有难靠亲戚。我王子豪要不是靠着父亲的阴泽继承了这个家业，现在那也指不定干嘛呢。夫君即使出身寒门，我相信啊，也一定能大展宏图。啊，倒也是，我不一样嘛。只是这亲戚，咱们家确实没有更有权贵的了。哎，堂堂一个侯爷，在大唐呢也算是吃得开，谁能想到，竟然是独次一门。其实夫君还是有亲戚的，而且关系还很近。你们家的可不算啊。不是我家。事实上，夫君还有3位舅舅尚在人世。舅舅？我怎么没听说我还有舅舅啊？夫君大病一场之后，把什么都忘了。夫君还有3位舅舅，只是不常与咱们家来往。为什么呀？是嫌我们家封了侯吗？哪有嫌自己的外甥爵位高的呀？那是为啥？你这3位舅舅与你的祖上一样，都是与太宗皇帝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。据说当年封赏啊，比夫君的祖上还要光鲜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后来卷入了房案，被牵扯了进去。哎，房案牵扯甚重，据说株连不下1000人。夫君对自己的舅舅不甚了解，倒是对前朝的事情记忆犹新啊。失忆症嘛，也说不定就忘上了。夫君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安寝吧。哎，夫人，等一下，你知不知道我那几个舅舅住在哪儿啊？之前倒是听钱叔提起过。哦，在哪儿？夫君想知道啊？啊，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那就表现表现吧。钱叔，钱叔，哎，小侯爷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哎呀，钱叔，我是不是还有3位舅舅尚在人世啊？回小侯爷，您尚有3位舅舅在世，不过从老侯爷那一辈儿起啊，已经没有往来了。是，听夫人说了，听说是牵扯到前朝房家的案子，是吧？是啊，房氏案子牵扯人物众多，您的3位舅舅啊，当年涉案不是太深，所以只是被抄家流放，算是保全了性命啊。待到当今圣上登基，天下大赦，您的3位舅舅才又回到了长安。
回来了啊？那怎么没与咱们家来往啊？哎呀，毕竟牵涉到谋反大案呐。虽然遇大赦，但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，所以近些年这都闭门谢客。那个钱叔，你知道我那几位舅舅现在住在何处吗？夫人知道啊。啊，那个表现不好，夫人没告诉我。小侯爷呀，保重身体呀！哎呀，是，那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知道啊。好。哎呦，小侯爷，哎，到了，就是这儿。好，摇着，这边有什么？哎呀，回小侯爷，这我可不知道。小孩，这家有人吗？有啊。你是这家的小孩吗？不是。不是这家，跑这儿玩什么呀？要你管，皇帝不急，太监还急。哎呦，这谁家熊孩子？给我回家去！我叫薛怀义，你才是熊孩子。我不跟你问见识啊！玩你个大破蛋儿！有人吗？哎呦，老先生，请问这可是前东海侯的府邸？是。哦，那这家主人在家吗？我就是。哎呦，舅舅，你是？哦，小的王修、王子豪特地前来拜见舅舅，不知道您是大舅、二舅还是三舅啊？你认错人了。哎，不是，舅舅。没人理你。哎呦，你站起来。你真叫薛怀义？怎么样？小脸是长挺嫩的啊。我告我爸爸，让我爸爸回去打死你。哼，你爸要知道你长大当面手，还不一定先打死谁呢。小侯爷，咱们这先回吧。哎，好，回。先追那个熊孩子去。好，走。熊孩子，你慢点跑了！站住！我揍死你！夫人，刚刚我去舅舅家了。怎么样？人没啦？人还在，就是不认我。不应该啊！之前听人说夫君的3位舅舅为人都非常好，是不是这次大难给闹的呀？我觉得他们是不想拖累我。夫君最近也很奇怪，之前也没听你念叨过什么亲戚的事情。人啊就是这样，亲近多了呢，7大姑8大姨的一絮叨，还觉得烦。要真是一个都没有了，那心里也挺不是滋味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再去一次，这次我陪你去。不是我都被人轰出来了，我怎么好意思再去啊？夫君是外甥，别说被舅舅轰了，就是被舅舅打，又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。夫人说的在理，娘亲舅大，我还是得去啊。而且这次去，咱们要把阵仗搞得隆重一点，让街坊四邻都知道，我就不怕他不认我。不行，舅舅的本意是不想连累咱们，你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再去敲门，他还是不让我进啊？敲门不让你进，偷溜进去总没人拦得住你吧？二位夫人，找谁呀？请问你是张三吗？你们找错人了吧？哎，等等，张三不在，那我们找李四。二娘子，这墙这么高，能扔得过去吗？侯爷放心，
你可胖了。放心，好吧，我先试一下。你说我一会儿要是过去，哎呀！礼物。二娘子，你大爷的！哎，你是子豪吧？哎，等等等等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那毛18总在吧？夫人，二夫人小何也进去没有？进去了。刚才啊，我看你跳墙进来，我就看见了。这不，我刀都准备好了。看你的面相和面容和长相，和我大哥说的一模一样啊。这不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呢。哦，那您是？我是你三舅舅。哎呀，三舅啊！哎呀，参见三舅，参见三舅。哎，来，我这儿给您带的东西呢，哎呀，你孝敬您呢。哎，老三呀，刚才门口这俩姑娘，从张三李四一直说到毛18，你说他是不是朝廷派来监视咱们的？嗯，子豪，大哥，外面的人啊，都是和子豪一起的。你不是不让子豪进家门吗？所以他们给你唱了一个调虎离山。王修、王子豪拜见大舅，拜见三舅。大哥，人都来了，还不请人家坐一会儿啊？老三，不是当初咱们发配到边疆的时候，本来都没打算把咱这老骨头就全留外边儿，哎，所幸天不绝我，当今皇上登基，大赦天下，咱们才能活着回到这长安城。咱们发过誓的呀，是啊，绝不连累亲戚朋友，所以到今天咱们一直是深居简出。大舅，其实我特别理解您二老这个心思啊。但是说实在的，这事儿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，如今您外甥也是侯爷了，这是不是也让外甥尽点孝心，给你们二老改善一下生活条件什么的？不可，子豪，越是你封了侯，就更应该给我们断绝关系。要知道，官场如战场，你越是光鲜，最先倒霉的越是你。要是有人憋着害你，跟我们老哥俩关系是你永远的累赘。哎，昨天你前来看望，足见你还有这份亲情。我和老三在背地里也很受感动。现在你过得越舒坦，哎，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别的事儿啊，休要再提。子豪，快回去吧。大哥，咱们两个怎么样都行，可是娃子，老三，娃子们有手有脚，哦，难不成没别人帮忙，他就饿死不成？子豪，你还是回去吧。那好吧，既然二位舅舅这么坚持，那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只是我那二舅我还没见过，能否让我见上一面？你二舅啊，和他家人都在途中殒命了，只剩下我们老哥俩和二哥的孙儿。这个孙儿啊，也是我们家唯一的血脉了。那我们姚家最后的血脉，能不能让我见一面？哎，元直，过来见见你表舅。表外甥姚崇参见表舅。你叫姚崇，正是。今年多大了？16岁。略显着急呀。你有什么志向？单说无妨。
入世为相，提振朝纲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元之，休要胡言乱语，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了？咱们的子孙后辈，永远不许踏入官场。子豪啊，你还是回去吧。老三，替我送客。子豪，你还是回去吧。这个拿回去。哎，别，舅舅，那我走了，大舅啊，我改天再来，那东西你留着啊，留着给孩子鼓舞身体什么的啊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夫人这块配你正合适哎。嘛呢？这块我要了。这是我先拿到的，你还给我。拿到怎么了？是我先看到的。算，秃瓢，嘿，呀，嘿，呀，呀。夫人呢？出去买东西。哦。哎呦，薛怀义，刚才他是不是又跑过来犯贱了？小儿无心，不足挂齿。我认得你，你欺负过我。啊，欺负你了？怎么样吧？你完蛋了！我爹今天和我一起来了。爹！哎，儿子，怎么了？有人欺负我，就是他们，替我出气。嘛呢？干嘛呢？给我家孩子整破相了是吧？老子跟你们拼了！我打谁呀？你敢欺负我们？哎，我的妈！哎，2年就上死里了！哎，求求大人了！求求头来，求求！哎呀妈呀！我老家了！犟了！欺负我夫君，你也不问我老娘同不同意啊？夫君，舅舅其实也是为了咱们好，才如此决绝。夫君一定要理解。我理解，就是心里边不是滋味儿。尤其是看到我那外甥姚崇，就更想帮他们一把。夫君如果真的想帮他们，也一定要找一个好的由头，不然的话，只会越帮越忙。夫人，是不是又有什么点子了？其实夫君现在有一个再好不过的由头。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，舅舅，外甥这次不是来找您的，是来找我的外甥的。元之啊，你找元之何事？要不然外甥当面跟外甥说吧。老三，去把元之找来。元之就在门口呢。元之，你表舅找你。大爷爷、三爷爷、表舅。元之，你这表舅找你有些事情，啊？元之啊，如果让你去参加一次选拔，你会如何应对啊？全力以赴，尽全力而为之。那如果告诉你，这次选拔的考官是你的舅舅呢？全力以赴，尽全力而为之。正能量，我就想听到你这种答案。那这样，明天你就随我去制造间报名。但是我不会偏袒任何人，能不能翻身全靠你自己。好，谢谢表舅。不行，我们姚家后辈永不许再踏入官场。舅舅啊，您听外甥说一句啊，有些人为官流芳百世，有些人则遗臭万年。但是这个人呐，要是真有这个当宰相的天赋，能恩惠百姓，那这样的话，不让他做官，不让他走仕途，岂不愧对天下黎民？子豪啊，我知道你是想帮助我们，是，也不全是。姚崇、姚元之，几十年后可是我大唐昌盛的国之重器，所以，就算他不是我的外甥，
我一样会力荐他参加选拔。大哥，大舅，元之，你真的想去？刘大人，张大人，哎呦，大人，哎，对你去后边排队去吧。是，哎，等等，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我外甥姚崇。啊，那还排什么队呀？快上这来！哎，不用排队。别客气，张大人，那个你去后面排队啊，快去。是老兄啊，一表人才啊，先来后到嘛。不许录用啊！老子是来农学监当执事，不是来当农人的，是吧？我们不下地，不下地，不下地，必须下地，必须干活。那老子不干了，农学监老子也不去了啊！老子们要回家。回家。他让我来请您，那就是服软了。啊，软了呀？哎，啊，你说这。怎么就软了呢？你说这，哎呀，这也不能总硬着，是吧？偶尔也要软一软吧。啊，你看，还是张大人明白这个道理。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释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就得恨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